受毒者，我伫买卖因，食茶受毒者，将来后若明白，也伫坐门，伫买卖老局外门对外甲师傅，无论咩时候都要一流，也伫坐门，伫食家人，无要害计较，有忙有多。有话好讲，金茶无论伫倒野意，原伫坐门，都伫缘分。人茶好地，把握坐位置该受毒者，世家世珍惜。受毒者，我伫买卖因，一茶受毒者，将来后若明白，兄弟姊妹，伫买卖老家外门对外甲师傅，无论咩时候都要记住，兄弟姊妹伫业家人，无要害计较，有忙有做。有话好好讲，金茶无论伫倒兄弟，原伫姊妹，都伫缘分。人茶好礼，把握这位置该受毒者，世家世珍惜。受毒者，我伫买卖因。食茶受毒者，长大后若明白，兄弟姊妹伫买卖老急外门对外甲师傅，无论咩时候都要一路。姊妹兄弟伫一家人，无要太计较，有忙有多，有话好好讲。金茶无论伫倒兄弟，原伫姊妹都是伫缘分。人茶好礼，把握这位置该受毒者，世家世珍惜。受毒者，我伫买卖因，食茶受毒者，将来后若明白，也伫姊妹，伫买卖老急外门对外甲师傅。无论咩时候，都要一流，也伫姊妹，伫食家人，无要害计较，有忙有多，有话好好讲。金茶无论伫倒也伫，原伫坐门，都伫缘分。人茶好礼，把握这位置该受毒者，世家世珍惜。